一般咧，接收資訊嘅渠道同方式主要都係以視力同聽力為主嘅。咁視聽障人士咧，佢哋喺呢兩方面都同時存有不同程度嘅損失，因此咧，佢哋喺接收資訊、人際社交同埋溝通上面咧，都會遇到困難同障礙。咁有部分嘅視聽障人士咧，會使用僅餘嘅視力同聽力嚟進行資訊接收同埋交流嘅，亦都有部分咧會使用其他嘅感官功能嘅喎，譬如觸感嘅方式啦。具體嘅有觸感手語啦、手掌拼寫法、觸感手語字母表同埋點字呢一啲方式嘅。以觸感手語為例啦，視聽障人士咧會將雙手輕輕咁放喺溝通者嘅手背上面，去跟隨對方手部嘅動作，去感受手型、位置同埋力度嘅變化，藉此咧接收資訊同埋進行交流對話㗎。喺收到信件嘅時候咧，視聽障人士一般會尋找支援人員嚟提供協助。咁支援人員喺協助嘅時候咧，首先要尊重同埋保障佢哋嘅私隱同埋自主權，同時咧應該要徵得視聽障人士嘅同意下去拆開信件，並且如實將內容告知。除咗支援人員嘅協助之外，電子設備咧亦都成為咗視聽障人士對外聯繫嘅重要工具，譬如觸控震動手錶啦、智能電話、點字嘅電子器材等等，令到視聽障人士咧可以獨立咁對外聯繫、查詢資訊、同親友溝通、拉近同社會嘅距離。而喺社會參與方面，視聽障人士同樣都可以走進社區，參與各項社會活動，但前提係要喺帶領人員、手語翻譯服務同埋無障礙場地嘅配合下，咁樣視聽障人士先可以安心咁參與各項活動同埋課程，擴展生活圈子，融入社會。